来，我请高丽姐感谢。今仔日又搁伤早来啊！搁20分钟较要上课，是来变数好啊！我已经等一天，等真久啊！这等天宝啊，竟然敢甲我第一名抢去，这届我一定爱回一点仔卡落看卖咧啦！现在摕几本册来看好啊？奇怪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毋捌看过。老师，你进来看，等天宝摕这是啥物物件啊？敢若是毒品呢？你莫有白讲哦，我哪有可能有毒品啊？而且我根本就毋知影这哪会伫我册包内面啊！等天宝，你就莫搁假啊！我早就知影，你本来就毋是啥物好人。无，你讲这毋是毒品，咱就来警察局检查看卖咧啊！要检查就检查，这都毋是我的。你敢真正爱安尼？就干那因为伊伫本地仔的比赛赢过你？输就是输啦，即摆一定要互伊记牢的啦。迄个时阵嘛，伫本地仔的比赛，伊竟然甲我第一名讲摕去啊啦！即马吼，我一定爱互伊知影我的厉害，而且我还阁有我的语文老爸做靠山，做落来，我一定爱豆豆甲伊拆食落腹。什么状况啊？但是是阮怀疑你可能有毒品，请你对阮来警察局一组。哪有可能啊？我哪有可能有毒品？一定是误会啦！有啥物话等警察局才讲啦哦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！哇，是啊，迄颗单天宝总算是去互警察抓去哦。看到真正是有够爽的啦！逐工都干那知影伫遐假鬼假怪尔。即马做歹代志，去互人抓着，应该啦。系啊，我早就看伊袂爽真久啊，大家拢伫遐看册，加认真，巴结老师，看着吼实在有够够人怨的啊！无可能啊！迄单天宝哪有可能做即款代志啊？绝对有问题啦！什么货？哪有人去伫遐？讲什么有问题？哪有可能有问题啊？代志有做就是有做啊，电杆一定嘛有翕到嘛。有影片就有真相啊！而且学校啊，即马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名声，嘛已经甲全学校的学生拢讲，伊就是一个会食毒的歹囡仔、歹学生、歹人啦。嘛已经该停学啊啦！你敢会伤超过？你搁叫恁老爸派人去闹事？你就是讲做歹代志拢袂去互人发现，也是讲你搁要叫恁老爸出来替伊拭尻川？我甲你讲，若是这件代志甲我害着，你就知死啊！甲你害着，哪有可能嘛？阮爸是议员呢，伊做代志绝对是妥当的啦。你就遮尔有自信，做歹代志拢袂去互人发现。做歹代志嘛要较站在的。我即马就要甲你分手。什么话？甲我分手？随在伊啊！我都无咧稀罕呢。
敢若有人改过，上重要证据嘛已经无去啊！啊，真正害啊啦！迄陈天宝的清白，无法度证明啊啦！袂使，爱阁想其他的方法。林玉涵，真久无看到你啊！互我绕看卖，你是来替掠男朋友消灭证据的，对无？我甲你讲，只要我伫遮，你就免遐想。唉，阮早就已经分手啊，伊实在是愈来愈无正常。伊即摆真正是伤超过啊！老实甲你讲，毒品其实是伊对外口学校遐摕来，而且学校嘛有人咧去暗藏事实。那安尼，咱来做伙甲陈天宝斗相共，甲代志真相讲出来。好，拢听你的。哦，即马全学校的学生拢已经伫遮哦。哦，我看一定是陈天宝的代志处理了有结果啊吧？哈。陈天宝在死啊！啊，这校长啊，看到阮老爸，嘛乖专工过来解释。什么话？我看无人会当甲伊解决啦。什么个？这段录音哪会伫遮放出来？即马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大家有听到无？这就是江大海陷害陈天宝的证据，当初就是伊传给学校的校长，做伙要害陈天宝。什么？林玉涵，就是你这个歹查某。江大海，犯罪证据拢伫阮遮，请对阮行一抓。不是我，干这代志换老啊！你莫去反抗啦！我拢摕着你的录音啊！不是我啊！换老啊！即摆后悔已经袂赴啊，早就甲你提醒过啊，你去检讨一下吧。无钱咧，人甲后边有调查，再来咱要来关心离南投港口发生的事情。啊，社会总算是还我一个清白啦，恶人终有恶报。行啊，去行啊！我跟你行啊！多谢大家。